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探评书。今天是2025年12月2号，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消費降級啊。前幾年咱們聊消費降級，消費者往往會說不是什麼什麼買不起，而是什麼什麼更有性價比。似乎為這個消費降級還找一個借口遮掩一下，似乎這個還不能直接面對自己這個收入下降，還有點不適應。但是現在呢，網上已經颳起了一陣旋風也就是大家更加坦蕩蕩面對消費降級，不再為消費降級找借口遮掩，而是選擇坦然公之於眾。這是怎麼回事呢？今天我看這個3聯生活實驗室刊登一篇文章，叫不裝了，中產開始修煉老窮風。他這個作者叫傻狍子，住在北京，所以主要是寫的是北京但我想全國恐怕都差不多。北京的中產，說到北京的中產，那我是很有發言權的所以我看看他說的到底怎麼回事。從這個還要小心翼翼遮掩，為自己找借口，到坦然面對，坦然接受，到底是什麼個心態？他的文章說每到秋末冬初，溫度驟降之時，一個經典的網絡段子都會在此時捲土重來，那就是在大城市裡，冬天往往是最能辨別出窮人的季節。有錢人用一層薄薄的羊絨就可以抗風保暖，而年輕人為了體面過冬，只能花大價錢給自己置辦上動輒1000元的衝鋒衣羽絨服。而今年叫老窮風橫空出世，成了拯救口袋裡沒錢的年輕人們時尚教母。這個羽絨服也分人，分你在什麼地方買。我記得這個北京叫什麼加拿大鵝是吧？那時候剛流行的時候，馬雲不也穿那個加拿大鵝嗎？一件1萬多，還得排隊，那是什麼歲月現在呢，時過境遷所謂老窮風，既是一種穿搭風格，也是一套完整的生活哲學。穿搭上老錢風是想穿啥我就買啥，老窮風則信奉我有啥就往身上套啥。生活中老窮風信徒主打一個抠抠搜搜極簡生活，收到快遞先翻好評返現卡片，點外賣優先拼好飯嚴選，每月攢下快遞盒子和塑料瓶換個零花錢，甚至拎着外賣紙袋當通勤包也毫不違和，對吧？前不久晚上不是熱炒那個白領下班以後去這個新發地撿菜嗎？趕海，這個絕非空穴來風確實有人下班了去那個周邊的菜市場去撿菜。但白領下班堂而皇之的去撿菜的時候，什麼極簡不極簡，對吧？什麼消費降級不降級的，早就已經撕下了遮羞布沒必要再裝了。如今需要花錢佯裝的老錢風大勢已去，真正的老窮風玩家早已徹底攤牌。他們熟練的把二手平台爆改成代下單，把超市8點打折區用沒必要3個字化解一切消費衝動。當別人還在如何為在冬天不露怯而絞盡腦汁時，愛上老窮風的年輕人則是徹底的鬆弛了。老錢風是看起來毫不費力，老窮風真的毫不費力，甚至有點愛咋咋地的灑脫。我的地盤我做主，对吧？消費你穿什麼你自己做主，只要你自己不在乎，根本沒有必要在乎別人的眼光。而且老窮風還掌握終極解釋權，任何不合時宜的尷尬都能用一句坦然的沒辦法我就這條件輕鬆化解，對吧？自嘲和自己和解起初是社交媒體上鋪天蓋地的老錢風指南把年輕人 PUA 的太狠了，他們索性開始反擊，調侃自己裝不出老錢風，自己的人生是老窮風。結果老窮風還真成了一種生活方式。有人總結出了公式，老窮風的精髓是主打一種理直氣壯的省錢，就是不需要遮羞布了理直氣壯，就這條件，对吧？我就這麼生活。你想想國慶節，對吧？節假日演唱會，好多年輕人带着帳篷，对吧？住在大街上，這是什麼作風搞的那些酒店是吧？現在都要倒閉，這就叫老窮風收到快遞先登好評返現，點外賣必點拼好飯，外賣袋不僅能當通勤包，還能化身小電驢防風手套，10元快剪替代首席總監。這個現在城市裡面美容美髮店那個首席總監下崗已經很長時間了，早就对吧？首席總監也自我降價。我記得應該是2020年，就是疫情剛開始的時候，我記得憋在老家大概有2個月沒理髮嘛，那頭髮長的不行，亂糟糟的。那個時候還不適應說自己理。到了北京以後趁着北京正好沒那麼嚴的時候，我就開車去找個理髮店，因為那個時候大部分理髮店還沒開門，人還沒能回北京。
京啊都是被封控啊，大街上没人。我找了一个理髮店，然後叫4聯還是4美，我忘了啊，名字我都忘了。在門口把車一停，他那個隨便停車啊，沒車啊，然後進去。雖然我找了很長時間才找到一家理髮店，然後他那個首席總監托尼啊問我怎麼剪，我問他多少錢，他說他是首席總監，他剪頭髮還是180吧。我當時毫不猶豫就起來了啊，走向我的車，跟他說聲再見，我準備再花時間再找一家。後來找了一家是80的，我問他為什麼這麼貴啊？他說主要是疫情期間不讓開店，好多人也回不來，所以好多理髮店不開。進理髮店的時候先要對吧，要測體溫，要這個核對你這行程碼各種碼，你得全是綠的，還要登記。後來的結局大家都知道了啊，疫情一結束啊，理髮店的生意就一落千丈。為什麼呢？3年的疫情讓大家學會了自己在家裡面理髮。你說在網上買個推子很便宜，然後對着鏡子自己一頓亂推，因為那個時候出小區不容易啊，所以很多啊有手藝的這個大爺大媽對吧，也有可能他剛從那個首席總監的位置上退下來，哎，他們就在小區裡面找到商機啊，擺個凳子給人推頭髮，10塊錢一個，你好多人就在小區裡解決了，因為你又出不去啊，所以10塊錢的快剪替代首席總監，這個所言不虛啊，甚至很多人連10塊錢都不花了，自己買個推子自己推，都是那3年啊學會的。現在一發現這不挺省錢的嗎？護膚主打一個極致性價比，郁美淨也能平替對吧？大牌娃哈哈替代 SK2 濕敷，洗衣液用完必須兌水搖3搖，就像那個酸奶那個瓶蓋一樣的是吧？揭開了要舔一舔。洗衣液用完兌水搖3搖，這個很多人都有這習慣啊。擱以前一到冬天花大幾千買防風軟殼，如今直接晉升到了塑料大棚穿搭，在大衣和德絨內衣之間套上一層塑料袋，防風效果堪比防彈。北漂屁屁自詡老窮風資深玩家，在他看來，老錢風是不顯山露水的貴氣，老窮風就是坦坦蕩蕩的窮感。以前窮還要裝闊，現在直接說我沒錢，反而能堵住所有人的嘴。老窮風差不多就是一種老款踏實人設。部門裡穿老錢風的同事，午餐點個輕食都被調侃少爺下凡，而我天天帶盒飯，反而給人一種會過日子的踏實感。這種判斷並非空穴來風。做招聘的 HR 晴天告訴我，他自己有個不成文的經驗，最怕招到全身名牌的候選人，總擔心他們信用卡簽的太多，到了月底容易情緒波動，反倒是那些穿着洗白襯衫但眼神篤定的，往往更能扛事兒。所謂老窮風，實則也是年輕人一種跟世界攤牌的精神狀態。比起禿印老錢人設，不如坦然做自己。要我說，10年前買的純棉 T 恤質量可比現在快時尚的破布強多了。在屁屁看來一個出來打拼的年輕人通常會經歷這樣的轉變。剛入職場怕被輕視，於是每天一杯星巴克打頭陣，主打一個有點小錢，不缺這點工資，父母對象都有實力，下班第一個走，1分鐘不多留的職場人設，主打一個灑脫誰也管不了我，愛咋地咋地後來發現起不到正面效果，甚至還成了同事笑料的危險，反倒悟了老窮風才是職場最帶勁兒的鎧甲。與其繃着勁兒裝闊，不如坦蕩的攤牌。新手才需要星巴克護體，狠人都是穿着洞洞鞋，拎着2塊錢的豆漿往工位一放，一點都不裝了，反倒給人不好惹的感覺。而且老窮風還有點扮豬吃老虎的效果，你每天穿得像剛睡醒就來公司上班，就把你的下限拉得很低，此時你突然打扮一下，就會讓人恍然大悟，原來你不是真老窮，而是真鬆弛啊。起初大部分人選擇老窮風，並非真的捉襟見肘，而是一種清醒的消費降級。就像用拼夕夕買日用品，拿外賣袋當通勤包，你可以說寒酸，也可以說是環保。北漂小小說當我把帆布包背成日常單品，經常有人問我要鏈接，這反倒成了一種社交優勢。相反，如果你天天換着牌子背那些就是名牌上班，人家只會覺得你又分期購了。總之是分期付款買的。有人說老窮風才是眼下年輕人的保護色，它既能堵住為何不精緻的質疑，又能化解為何不有錢的尷尬。當別人還在為體面而疲於奔命時，老窮風玩家
下用一句我就這樣直接反殺。畢竟大家都懂，老前鋒是窮的遮遮掩掩，老窮鋒是窮的坦坦蕩蕩。說一旦開始老窮鋒就真的想自由了。00後姑姑說啊，背名牌包怕被划了不好转二手，穿贵大衣不敢吃路边摊怕吸味儿。但老穷锋完全没包袱，超市打折区隨便逛，共享单车随便骑，走在路上隨手捡个破爛帶回家當床頭櫃，都感覺自己在 shopping。老窮鋒本質上掌握着一種終極解釋權，但你率先坦誠我就這條件，所有風格錯位氣質違和便迎刃而解，不是自己配不上場合，而是你重新定義了場合。以前咬牙買名牌是硬裝，現在天天穿文化衫反而被誇，活明白了。說小香風就像銀行驗資，窮人穿上更窮，富人穿上更富，而老窮風就像開通了免密支付，穿去哪兒都自動適配，甚至連中產的人情往來都被重新定義。去年送禮還捲紅酒，都在價格上有說法，今年直接提着一籃自養雞下的土雞蛋上門，對方跟我反饋，這年頭能吃到這個色的蛋黃真不容易。北京人張哥說啊，他雖不自詡老窮風，但能把以前拿不出手的變成有錢難買的，很難說不是一場中產社交的策略爆改。在我看來啊，這種社交都沒必要了，有什麼意義呢？還帶雞蛋。有人說北京就是老窮風的安全區，說你可以質疑我全身上下預算有限，因為我壓根不在乎，但絕不能讓你一眼看穿我的家底，因為底氣才是北京生存真正的奢侈品。這一點啊，這不得不承認啊，北京、上海、深圳相比啊，在這個時尚這一塊，北京反正是要稍微差點事啊。你去這個海淀，你看看那些海淀媽媽，對吧？那些雞娃的那些人，你要知道他們上輔導班一節課多少錢嗎？對吧？一節課可能700、800，甚至上千的，一學期下了多少錢呢？但是那些海淀媽媽們穿的都是非常普通，而且北京中產多是做題家出身，是3代裡熬出來的大學生，太懂得財不露白的古訓，他們深諳老窮風的精髓。帆布袋裡可以裝着學區房房本，小電驢後坐的是重點小學的娃。老前鋒是把家底打在公屏上，老窮風是把底氣揣在心裡。說來說去啊，作者還是沒明白什麼叫老窮風。要掌握老窮風的精髓，關鍵在於跳出靠消費證明價值的競賽。老窮風就像揣着黑卡，偏要登在馬路牙子啃煎餅，直接殺死了比賽。把買房款錢拿去買舒適，把研究 logo 的時間用來研究自己。畢竟穿優衣庫被當成文藝青年，比穿假香奈兒當成櫃姐強得多。老窮風本質是一種老派生活之體驗，在消費主義尚未氾濫的年代，量入為出本就是一種美德。如今年輕人重新發掘了這種窮感的戰略優勢。以前用星巴克杯子裝速溶咖啡還會心虛，現在直接端着自帶杯打咖啡，不整虛的。買二手不是窮是環保，吃食堂不是摳是養生，騎共享單車不是省錢是健身。最關鍵的是要先發制人，但你說我窮我有理，沒人能用你的窮，你活該傷害你。熱衷極簡生活的 CC 告訴我，老窮風愛好者最擅長用拼多多價格穿出某半氣質。20塊的帆布袋就選帶名畫的，30塊的白 T 恤要挑磅數足夠的重磅棉，100元以內的球鞋直接上國貨。總而言之，老窮風不是落魄，是另一種體面。先對自己誠實，再對世界攤牌。文章最後說啊，真正的老窮風需要至少3代沉澱，需要悶聲發財的家風，需要去偽存真的智慧，需要精神世界的富足，哪一項都不簡單。掌握要訣，才能在每一場洗盡鉛華的變遷中，永恆鎖定勝局。這個3聯生活實驗室啊，這篇文章也很有意思啊，描繪了當下北京啊這種老窮風啊。但是啊，我覺得這個文章啊還是有點這個前後矛盾啊，就是邏輯很難統一啊。年輕人的老窮風，他就是沒錢，對吧？消費降級，過去還要找着借口，現在呢不需要找借口，因為大家都在降級，沒必要藏着掖着。這就是為什麼國家你看刺激消費就是起不來，尤其是北京的吧？北京整個2025年在全國啊都算是獨樹一幟，這個社零數據是負增長，對吧？北京的老百姓更不花錢，為什麼呢？老窮
窮風，實際上跟這些數據啊能对應上，对吧？上半年有媒體報道，北京的規模以上的飯店啊、住宿業啊，基本上都在虧损的邊緣。規模以上的这個住宿業啊，6個月掙的錢利潤啊，只有2-3萬塊錢，這什麼概念？你再比如說啊，北京的奔馳、寶馬 4S 店暴雷。說來說去就是中產返貧，沒錢了，沒錢花不起了，不是什麼啊很有家底，家裡有的是錢，但是呢現在經濟不好，我不顯擺。過去老前鋒那就是顯擺，有沒有錢都顯擺。所以這個文章他認為啊，他前面說的年輕人對吧，不喝星巴克改成喝豆漿，騎共享單車等等，實際上那是沒錢。後面他又說老窮風、老前鋒，本質上還是有錢，只是花錢的態度，一個是消費主義對吧，一個是簡約主義，所以他把這個本質問題沒有分析清楚。老窮風啊，本質上就是沒錢了，中產返貧；老前鋒也中產返貧，變成老窮風。年輕人更是返貧，對吧？他連工作都保不住，好不容易找一份工作，你朝不保夕，对吧？什麼時候被裁也不知道，什麼時候降薪也不知道。每個月發的那點工資，扣掉社保，扣掉公積金，到手上才多少錢呢？支撐不了他消費，他還租房，成為真正的月光族，甚至是富的，对吧？他上了1年班之後，信用卡欠一大堆錢，拿什麼消費？這個文章描述的是有錢人對消費的這個態度轉換，先是老前鋒，現在變成老窮風。老窮風主打一個有錢不花，他這個說法啊，是顯然偏離了事實啊。中產返貧，對吧？現在很多中產已經成負資產了。如果你在2021年在北京買了房，只要你是付首付的吧，貸款買的，你現在基本上都是富人，資產是負的。如果今年還不夠狠，那明年基本上要貸款賣房，你的房子賣出去還貸款，你這個把你的这個家底一掃而空，對吧？前半生都白幹了，越努力越慘，你還消費什麼？所以這個作者啊寫的比較擰巴，仿佛北京有很多有錢人，哎，現在經濟不好了，不消費，不是這樣子的啊。很多老北京其實沒錢，雖然他沒有按揭貸款，大家自己可以多看看那些短視頻啊，北京的 UP 主。我在北京待了幾十年，我很清楚，北京的老北京人沒有錢，他們現在啊，如果有退休金的話，幾千塊錢一個月，他們有一套房子。那房子還得住啊，看上去挺值錢，對吧？但是他也不能賣，賣了住哪兒呢？你要算他資產，他好像價值幾百萬，對吧？甚至有的上千萬，但他就是沒錢，手上沒有現金流啊，所以這個就是比較矛盾和尷尬的地方。那些小鎮做題家，對吧？考到北京的，他們比較努力，找好工作啊。其實北京當地人啊，老北京人工作都不咋地。那些新北京人啊，玩命的工作，手上有點錢，但是他不要貸款買房嗎？這一网打盡。我說的這都是普通牛馬啊，普通韭菜。不是那些權貴婆羅門，那些另當別議，對吧？那是燈紅酒綠啊，那是朱門酒肉臭，路有凍死骨。實際上這個從北京的那個叫什麼，以前叫星光天地吧，後來改成叫什麼 SKP 是吧？反正名字改来改去的啊，就在那個華貿那兒，那個中國銷售最大的這個商場單體啊，名字改来改去，大股東變來變去，就知道消費是不行了。再看看這個金融街，对吧？金融街那個叫威斯汀啊，叫什麼？那個大商場裡面全部啊，大牌奢侈品全部撤櫃。金融街啊，證監會就在那兒，各個銀行總部在那附近啊，那都是金領上班的地方，連這些奢侈品都賣不動了，說明什麼？本質上就是經濟不行了啊，尤其是北京消費現在越來越低迷。過去啊，你開輛奔馳到 4S 店去維修保養，他啥也不幹，就把你機器打開看看檢查檢查，你每個1800塊錢走不了，對吧？工時費各種啊，如果你要是哪個零件壞了要換，那就更海了去了。现在人家都不去了，对吧？ 4S 店人家都直接去什麼汽配城，到汽配城隨便找個什麼，那都是奔馳宝馬什麼專修，去那兒那價格只有這個 4S 店的1/3都到不了。如果你要換配件啊，你換那個什麼國產替代平替，那個他打着原裝配件要4000，然後你要用原厂的恐怕就是2000。如果你說我在什麼其他的厂平替500塊，那就这种水平，那好多人就是用平替吧，反正一樣的用。所以这个北京的这些奔馳寶馬 4S 店都關門啊，為啥關門啊？這就是妥妥的啊，典型的中產沒錢，肉疼啊！你去這個奔馳啊，你換個紐扣電池，就是你那個車鑰匙啊，電池原廠的好像是要80還是多少，然後你在淘寶上一買或者拼多多上，好嗎？10塊錢給你賣5個還不止呢，讓你感覺到好像你去 4S 店那就是妥妥的啊，純粹是為了交智商稅。還有智商稅啊，你比如說那個加拿大鵝這種羽絨服，對吧？現在這個羽絨服裡面貓膩是最多，你也不知道它裡面羽絨是什麼，你要買
原裝進口的加拿大鹅，那恐怕没毛病。但是你要买国内牌子的，你基本上就已经陷入一个陷阱，语言的陷阱，各种绒，对吧？你分得清吗？你比如说纯棉，大家看视频啊，纯棉材质就像1.8米以上的男人，你不需要问，他自己就会告訴你。我这两天想买纯棉4件套，一搜标题全是纯棉，点去一看，水洗标上全是标签，长长短短一沓的。我当时把眼镜一戴，我说我查个文献，我整把科研，水洗棉、生态棉、原棉、亲肤棉，名儿起的一个比一个好听，你听着以为什么高级面料呢？实际呢，全是那个摩纳拉摩擦就电物学酵素聚酯纤维加涂的，那水洗标上全是添加质谱。你让我做，商家你卖什么你就写什么呗，你不是纯棉，你卖那么贵，你这名起的你也找人花钱了。还有那纯棉内裤、纯棉袜子，那袜子成臭脚了，多吓人呢！纯棉是不是已经被注册商标了，成艺名了？现在要不是我演不了那个霸总女主呢，我被霸总压力身下，霸总正在暴力实施我的聚酯纤维秋衣秋裤，静电照亮了霸总的下颌线。霸总对我说：“宝贝儿，你真亮。”怎么给你脸给多了？我真得回老家跟我妈学一学触感法了。阿丽一摸就知道是不是纯棉。阿丽在我们当地是那个物理学毕业玩家。你这也的确凉的。就一个棉都能玩出这么多花活，这个纯粹啊，就是这个汉语啊太博大精深。那德国人、欧洲人、美国人，他有这麼雞賊嗎？有這麼坑消費者嗎？對吧？一個棉，你說搞出這麼多名字出來，這不就是讓你眼花繚亂嗎？實際上啊，都是聚酯纖維。實際上你仔細看啊，很多都是收的醫療垃圾、塑料瓶子，回去之後打成沫沫，重新啊弄出來的聚酯纖維。聚酯纖維啊，所以我說了啊，我的消費觀念就是吃的我會在乎，因為它要吃到肚子裡，這玩意對你健康有影響，所以吃的你要在意，對吧？你去山姆買，盡可能吧。車你要買安全，因為這玩意要命。手機你要買個好的，為什麼呢？因為現在手機是你最重要的工具啊，你無論是跟外界聯繫，還是找工作，對吧？還是幹個啥，對吧？甚至連支付都需要手機，哪怕你去幹外賣，開網約車，你手機好一點，搶單也搶得快一點，是這樣子吧？因為手機它已經變成生產力了，生產工具，手機越好，生產力越高，不就這意思嗎？所以說手機這個要講究一點，剩下的用的東西啊，穿的啊，你只能撿便宜的買，因為你花的錢越多，你上當受騙越多，買的越貴，智商稅交的越多。老錢風到老窮風，實際上是一種叫務實主義啊，我們再也不會為牌子去付錢，對吧？我們要的是實用。所以你看這個幾大奢侈品，對吧？現在業績都在下滑，下滑的主要原因就是在中國業績不及預期。這個文章中也說了啊，你穿的一身不超過200塊錢，你就不在乎，隨便造，對吧？你路邊隨便做，燒烤攤前一做，你也不覺得不好，你也不怕那個火燎了你身上的毛，你也不怕串味兒，對吧？擠地鐵更是身輕如燕呢，往哪兒擠都行。但是你一旦穿上個貂，對吧？穿上個好幾千幾萬的衣服，你總擔心那個火星子濺你身上，你總擔心朋友彈煙灰彈你毛上了，地鐵不敢擠，畏畏縮縮的，最終啊，它變成你的累贅。所以最後啊，老窮風沒毛病啊，因為這是一種坦然、坦坦蕩蕩對待這個消費降級，對待這個收入下降，對待經濟低迷，對吧？你遲早要適應。老窮風不代表邋裡邋遢，對吧？老窮風不代表說不注重這個儀容儀表，對吧？這個是兩概念啊。老窮風是說我不再為這個什麼 logo、什麼品牌溢價去付費，主打一個極簡，主打一個叫實用。實際上啊，就是不要活在別人的眼光裡，對吧？別人愛怎麼說怎麼說，你只要讓自己舒服，這就對了。這就是應對啊經濟下行、經濟低迷，對吧？要必然採取的一個措施，主打一個啊該省省，該花花。該省呢，就是在這些社交、穿着這些地方玩；該花花什麼意思呢？就是對吧？涉及到安全，你比如說小孩奶粉你不能亂買，自己吃的對吧？還有涉及到安全的對吧？你要負責任，你是第一責任人吶，不是一味的節儉啊，也就是該花你還得花，該省你得省，主打一個實用。這個經濟形勢下確實沒有必要再裝了，對吧？你越裝你越累，反而別人還不知道咋回事，你再裝別人可能要跟你借錢了，反而給自己招致啊不必要的麻煩。好，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，感謝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歡我的節目，歡迎訂閱轉發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，謝謝大家。